大家好，我是温国志温师傅，我是来自花莲凤林的客家人。我从事餐饮业将近20年我目前在大学端担任这个专任副教授，也有自己的一个店面。对于美食的一个台湾美食国际化，然后对于客家美食如何上到这个国际舞台，如何要生根传承给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我有一份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使命，并且一步一脚印可以把这个区块慢慢把它完成这样子。大家好，我温国志温师傅今本段放戏来参加了这节目叫做大人气象局。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发联音那媒体都给我一个封号叫做台菜小天王。我从事这个厨师餐饮业的这个工作已经20几年了。那因为家境比较清寒的关系那从国小6年级就接触这个餐饮业。在我们那个年代呢，学徒学艺做厨师是比较属于这个中下阶层的这个工作那我从这个花莲的一个海产店然后一直到这个做到这个花莲市。那我高中的时候呢，我是念这个汽修科。我在高中3年级的时候呢，去考到了这个中餐烹调乙级的这个证照。我用了这个乙级绩优去保送这个高雄餐旅大学，那被我考上了这样子那我就开始陆续一路来从事这个餐饮的经验那我从这个2008年参加台湾美食展的这个世界厨艺邀请竞赛拿到这个总冠军，然后还有这个北京世界烹饪大赛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的都拿到这个金牌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说我们做这个厨师这个行业里面它是需要极大的热情，那它又是一个负面能量比较多的那你除了这个工时很长，那薪资也是相对来讲优渥了但是它的工时很长，所以你要牺牲非常多的时间录影的部分呢，因为参加竞赛之后会有曝光度。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参加全国技能技竞赛。在台湾办的这个比赛这是国家办的，要比7天。这个比赛呢，我也是拿到这个冠军第1名。比7天的这个赛制里面，它让你学会非常，因为你要一个人去面对很多事情那这个赛制里面是马拉松式的比赛是从早上8点比到下午5点所以很长了那比赛的过程里面就是在酝酿，在培养那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从你在这个从事一个职业、从事一个工作的时候，它是专注度跟专业，还有这个投入跟态度配合度非常敬业的同时这个都是在酝酿这个是去参加马来西亚比赛的作品那要参加这个竞赛因为每个比赛它的赛制、流程、规范，还有要配合东西，包括场地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比赛都是全新的展现自我能力那透过比赛呢是去交流因为有办法参加比赛第一个你除了你的时间，再来是你的金钱，再来第3个呢，你的这个思维你要透过这个专业的一个训练，才有这个本事去参加很多的竞赛那每一次的一个竞赛的一个过程里面第一个我们是透过这个竞赛的舞台上面去做一个交流就是说现在这个是国际比赛，就是有20-30个国家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国际的餐饮趋势带回来台湾然后来做一个发想那这个每一次竞赛的过程里面它要传达的像台湾美食国际化，我们把台湾在地的食材带出去给这个让国际上面看到那很多是我们这个客家料理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精髓像我们这个梅干扣肉这个里面的这个梅干菜还有我们用了这些凤梨酥或是这个咸凤梨这个客家的腌制物品我们把它做成精致化之后呢再把它跟国际上面来做交流每都让我们的这个国际评审得到惊艳这个是我以这个厨师的身份在2013年的时候获得这个
中华民国第51届的10大杰出青年。好，那这个也是唯二啦哈，厨师可以获得这个10大杰出青年，原则上这个极难啦哈。那也获得我们这个总统召见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比赛的一个菜色，外观造型哈，它就是一个 LV 的皮包。好，那里面的部分呢是台湾菜里面最经典，就是鱿鱼螺肉蒜。好，这汤头也是哈。那我把这个鱿鱼螺肉蒜把它包在这个黄节瓜跟绿节瓜边的一个编织里面，把它包起来，好，做成一个皮包的一个形状哈。华人的评审吃到，这个是这个中式的味道。好，当国际评审吃到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惊艳。好，这是这个台湾美食国际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点心，好，这个是我们用的这个马卡龙的部分，好，它里面的元素也是全部都是中式的，好，这是花生香菜，好，然后中间是夹这个花生馅的部分，好，那这个是一个糖球哈，里面是包一个冰淇淋的部分了哈，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蔬菜的部分哈，这是牛肉面。好，素食我们把这个竹笋哈，把它切很细的丝哈，做成像面条的概念哈，用这个猴头菇哈来做成像牛肉的这个口感，好，这个素食的牛肉面哈，来做一个铺陈。好，这些的一个比赛的一个主要的主轴哈，这个色香味形气节，好，所以器皿的一个铺陈跟它的一个这个高低，还有一个色泽差。好，通常我们在参与竞赛里面，哈，它有一个我把它设定成为一个叫做夺金公式。好，你只要把每一个环节做到90分以上，好，它就一定可以获得前3名的一个奖牌这样子。好，那我是师承这个在台湾餐饮业非常有名的这个国宴御厨哈水蛙师。好，我从这个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在他的餐厅实习。毕业之后也在他的餐厅工作，好，那我跟随了水蛙师将近10几年的时间，好，所以这边我们要告诉我们年轻朋友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选定了一个方向，选定了一个师傅，选定了一个职业，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当机会来的时候呢，你要先透过前面非常多的酝酿期。好，那会非常多的这个苦难折磨，好，那你一定要承受得下来哈。那这些考验呢，当你顶得过来的同时，好，你接下来的一些很多的这个甜美的果实就会，好，就是会迎接着你来啊。我当水蛙师的这个薪水其实没有很多了哈，那所以我的朋友哈，1个月都已经领4万多块的时候，我还在领2万多块，好，等等的一个概念哈，但是。好，经过了10年、20年，好，他们现在可能领6万块，但是相对我的收入哈，可能是多于他们好几倍。好，所以这个很多事情不是在当下可以有办法去解释的哈。那拉长了10年哈，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年轻朋友去分享哈。通常我们的规划呢，在你的人生规划里面，要以10年。15年哈为一个周期，好，所以你现在做决定哈，你要看10年是不是还在这条路上，你再去做这个决定，这样子。好，这个也是我们参加竞赛的一个作品哈。这个是我们用低温烹调的3杯鸡，我用鸡胸肉里面哈去塞了葱姜蒜辣9层塔，填到我们这个鸡胸肉里面哈，然后用低温的手法去把它预熟，然后再烧一个3杯汁淋在上面。好，这是非常传统的这个台湾味道啦。好，那这个竞赛的一个主题里面哈，这个是属于鸡肉料理哈，要依照它的这个铺陈、它的规范去做一个深度的研究，好，你才有办法夺金呐哈。我现在也把我的这些技艺哈传承给我的这个年轻朋友跟下一代哈。那这个是去年哈我们参加台湾美食展好举办的这个国内的这些全国大专院校，好，我们是打败这个高雄餐旅大学，好，这个台湾创新技术学院，好，我指导的学生哈，获得了最高的这个金厨奖，好，这个竞赛国际竞赛里面的一个规范，好，它最重要是比到最后要比一个黑盒子，就是都临场的，你也不知道什么
他给你什么食材，要现场开菜单，要中翻英，好，所以这个完全就是平时训练的成果哈，在这个时候就全部展开这样子。这个是我参加电影中破塞里面的，好，电影中破塞里面也是我们协会里面，好，我也是在里面当一个厨艺顾问啦哈。那这个中破塞里面的这个画面，那个菜色里面，好像台湾菜最有名的，像鸡仔猪肚鳖啊、菊花笋丝干贝啊，好，都是我们帮他做一个设计铺陈的哈。那像现在这个24节气，好，一年四季里面当令食材，好，食材教给我们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你要尊重食材，第二个食材它是有生命的，第三个食材会跟你对话。那很多食材哈，现在的年轻人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好，就是当你不了解的同时，好，你就没有办法去说明，好，更不用说你要把它的这个味道做到最完美。好，那食材里面呢，它呈现出来的有酸、有涩、有甜、有鲜，好，那你要怎样把这些食材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食材教会我们就是如何面对你的人生、做人处事的道理。当你学会了尊重食材的同时，你也学会了尊重自己的人生，你也学会了尊重职场、尊重你的同事、尊重你的伙伴。好，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好，都是随便乱做，好，当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行程，你对你自己在做菜的一个逻辑环境，都随便乱做，好，所以你的人生也一定都是非常混乱的。如果你对你的食材的整理是井然有序的，好，相对你的工作态度，你面对自己，面对每一件事情，它也是井然有序的在安排，井然有序的在发生，而且每一个环节一定要做到满，做到好。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会是专家；重复的事情持续做哈，你就会是赢家哈。当你想要获得你自己人生里面最大的赢家，好，这个决定权，这个拥有权哦，都在你自己的手上。好，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谢谢你。